各位師兄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桌球館，店名叫做頂點桌球俱樂部，位置喺世貿廣場4樓。由華強路地鐵站出嚟，行幾分鐘就到，交通都算幾方便。如果師兄想打桌球，可以過嚟試下。成個場有2萬幾尺，主要都係中白桌為主，仲有少量斯諾克台。過咗馬路之後，直行幾十米，就會見到世貿廣場嘅路牌。前面可以睇到頂點桌球嘅招牌。如果師兄係揸車過嚟，見到呢個路牌就右轉，向前10幾米就過地下停車場。停車5個鐘內可以喺頂點桌球前台登記，只需收費15蚊停車費。然後就向前行幾步，行上前面嗰條樓梯就到。搭升降機到4樓，入到桌球館第一眼就係前台，大理石台面加霓虹燈帶，整體感覺好有未來感。兩邊仲擺咗好多零食飲品，成個館大約有2萬尺，裝修用咗潮酷工業風暖光氛圍做主調，配套有幾十張桌球台。除咗開放式球台之外，仲有唔同款式嘅包廂，空間夠大。此物成個同3、5知己一齊嚟打波，或者一個人過嚟都可以。如果新手唔識打，呢度有專業助教團隊，可以1對1教你練習。好啦，今期就介紹到呢度啦。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有興趣嘅師兄都可以過嚟體驗下。